我係新 Lily。我有一種唔知係習慣定係病，總之一心急就會。呢種情況真係越嚟越嚴重，尤其係當我間公司孭咗條數，得返3日就要找數。我即刻四圍咁去借啦。我有層樓，諗住啲錢好快就會批。1星期就知道批下結果㗎啦，成個星期冇得再快啦。好在呢個時候有康業信貸快遞，佢有全港首創嘅樓按急先鋒車隊，就算港九新界刀山火海都會到，為業主提供物業貸款服務。我即時透過 webcam 同客戶主任傾，佢話只要有物業，最快15分鐘批核，24小時過數，真係快到唔信。唔該，樓按急先鋒，幾棘手都幫到手，康業信貸快遞。